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全赞美你，你知道我最深的一面，你知道我最深的一面，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依靠
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手机啊检查一下吼，把手机啊关起来，还是开震动吼。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那么礼拜开始以前，咱大家互相会使来请安吼。喂。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两位小姐平安，平安。咱今早去敬拜，咱用圣殿充满而乐这首的诗歌来敬拜而乐咱的上帝。咱唱来唱两解。首先，咱来读这节的圣经，咱做伙来读。我的上帝啊，求你开目睭看，耳通听伫这所有的祈祷，历代记下。咱做伙来用感恩认罪来祈祷。首先，咱要感谢而乐咱的上主，伊是万主的主。独行其事，创造万物公义自爱的主。咱来到伊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悔改归正，敬畏咱的上帝。咱做伙开声来祈祷。转两杯主，感谢你，天天早起，愿当这个来到主的面前，愿这个天快乐。至关的仁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过去一礼拜久的带领，阮也感谢你赏赐阮的性命、开始甲日头，照顾阮的身躯甲灵魂，
亲像圣经所讲的，你来看过小只鸟啊，更加来看过我每一个兄弟。感谢你伫困难中间，成做我的避难所，享受我的稳定甲安慰。主啊，阮是有罪人，阮的思想言行为，阮常常得罪你亏欠人。阮有时阮骄傲无听心，失去了信心，做出无合主你心意的事。求主你赦免阮的无知甲过犯，用你的保护，搁一摆来洗清阮，圣灵来更新阮，恢复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我来感谢基督，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接续咱医治甲头棒。咱若要为着身心灵得到医治来祈祷，只是要邀请主耶稣成做咱灵思想情感医治身躯的主，将你的烦恼来交托给主，还手离咱的胸坎大病的所在，向主来求，家己会当饶赦伤害过咱家己的人，求主来。充满医治咱的身心灵，会当用主的听去听遐个伤害过咱的人，咱做为一声来祈祷。听到主，阮搁一摆献上感谢。主，阮愿意将阮家己的心灵、阮的思想、阮的情感意志，甲阮的身躯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掌管伫这中间。主，现在阮经过这年久，这年久。主耶稣，阮只是要邀请你，成做阮灵思想情感医治身躯的主。阮也将阮的烦恼来交托给你。为了教会当中身体欠安的，以及福建的，以及心灵软弱的。为着这个照顾厝里人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主你医治看顾兄弟的身体甲心灵，求主你，互阮伫敬拜中间，换手伫每一个需要的肢体顶悬，有病得到医治，心灵忧伤的得到安慰，要享受平安，互遐照顾人的引动在。求主你圣灵来帮助阮，伫家庭。伫这场已经伫教会来活出主你的听，学习主的听，来听遐伤害过阮的人。愿主照你的慈爱恩待阮，互阮得到透棒甲医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接续咱为了主日来守望祈祷，咱也做为着牧者、中级团队，加这礼拜中参与服侍。会当工守望来祈祷，求主恩膏使了属天的气力官兵和所有服侍事工，拢会当荣耀主，互人得到利益。要为了主主的守望来为着上年大学礼拜伊的开学一定开始，求上帝赐福，互每一个学员。伫新的学期，身体勇健，灵魂的形成；伫学校生活中间，领受满满的稳定甲活力。求主继续带领本会更较侪的兄弟去参与着 A1 到 A3准备的课程，帮助兄弟会当伫这个所在会当好的学习怎样甲信仰呢？融入这个功课内底，家庭甲社区内底，真做有应付咱的主的温度，咱作为开声来祈祷。现在主，阮只是恳求感谢，阮没有只是为了教会集体来祈祷。主啊，阮将你所敬善的中级的团队交托，仰望伫你主的手中。求你，互阮无看轻家己，也无骄傲家己。因为不是阮会当承担做什么代志，阮所会当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求主你赐予阮有谦卑服侍主的心，互教会带来祝福，互人得到利益。
愿奉耶稣的名来祝福甲南教会中一拢会当领受对你来的智慧甲启示，帮赞陈牧师做伙来管理教会、建造会友，领受以上推动教会事工，和家庭教会拢完全会当行入主你的旨意内底。主啊，我也将所有事工、服侍人员拢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监督。现在阿爸的上帝，我也将上年大学这个长辈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你，互因伫这个年纪，阁有学习的机会。求主你也赐予你勇敢的身体、灵魂的兴旺，你每一节课、每一次的聚会，拢有经历主你的同在。你好生活领受恩典满满甲活力，愿上年大学加做社区的祝福，互真济未信的人的长辈，伫咧互动的中间认捌主，得到生命。求主你也继续带领阮这兄弟来参与 A1 甲 A3的这个准备课程，通过这个准备，互兄弟姊妹全面的成长，明白真理，人命中大成熟，参与服侍，正做上帝所欢喜的人。我来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咱用主的主祷文来做最后的祈祷。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公义到，你的旨意你成。愿你亲像伫天里，阮的一息今仔日落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年日夜读也像伊的律法，这款人真有福气。请做伙来吟圣诗第79首，救主疼叹，纯真无限，请起立，金泉首。照顾世间，天地海角，无论内外，伊听全地充满。救主调咱做伊朋友，点伊稳定领受，甲伊所找真人担当，有欢喜乐苦难，求主甲咱
出仁爱和平归之，万民上帝名字，有主切咱出去失去，何以欢喜喜心，来给着在基督心爱，显明上帝的爱。咱同心来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带领阮今仔日平安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你。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掌管阮生命的主。求你赦免阮的过错，赦免阮有时的软正甲无信心。求你用你的恩典，搁一解洁净阮的心，互阮会当用清洁的心来敬拜你。主啊，阮今仔日也要为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你祝福阮的牧者，赏赐伊智慧甲气力。你的话会当透过牧者的讲道，成做阮生命的帮衬。主啊，阮嘛要为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因若有身体软弱的，求你医治看顾；有内心忧伤的，求你亲自安慰；有家庭工作甲对未来有挂虑的，求你会当成做因的力量甲帮衬。主啊，阮嘛要为阮的国家来祈祷，求你保守台湾这个土地，赏赐智慧和执政的人，和社会有公义、有和平，百姓会当安居乐业。主啊，阮嘛要为这个世界来祈祷，今日世界有侪侪战争甲冲突，中东的战争、伊朗的局势，还佫有乌克兰的战争，互侪侪人受苦。求你的和平会当临到这个世界。会当平散这战争，医治受伤的土地甲人民，愿万国万民拢会当倚靠你，互你的公义甲和平会当充满全土地。主啊，求你今仔日会当甲阮伫咧，互阮的敬拜会当帮你接纳。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有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的启用文第34篇，就是诗篇146章。我来启，恁来用。着先称赞上主。我的心情啊，着称赞上主。我的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的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毋通倚靠君王，毋通倚靠为死的人，因袂当帮衬。因一下断气就归途，因的假话伫迄日就落空。靠雅各的上帝帮衬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的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伊赐食米予妖恶的人，上主讨白受乖家的人，上主予人人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起孤儿寡妇，伊予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锡安啊，你的上帝为代代做王。这声着称赞上主。即马请第四区的来献诗，所要吟的是永远无分离。
好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
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8章31到36节。约翰福音8章31到36节。耶稣对信伊的遐个犹太人讲：恁若继续遵守我的话，就实在是我的门徒。恁会捌真理，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因应讲：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毋捌做过人的奴隶。恁哪会讲恁会得到自由？耶稣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这个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奴隶无永远属伫主人的家庭，囝就永远有。所以上帝的囝就合恁自由，恁就实在有自由。以上，过来咱请本堂的陈碧志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新掠是生活目标”。新掠是生活目标。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伫过去一礼拜的生活，也带领阮伫教会的生活甲成长。也感谢你，赏赐耶稣成做阮的救主，互阮不时会当来祈祷，亲近主，会当来倚靠主。今日搁一摆要来领受主你的话，你的教示，求圣神做工伫阮的心，互阮通明白。因带阮来进入真理，互阮的性命会当得到透放，得到自由。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通过约翰福音，咱已经来看到过去3礼拜3个新约。头一个新约是伫即个迦纳来举行，互水变做酒，也互2个人会当来同心。第二个新约，嘛是伫即个迦纳，就是一个大神的囝，伊伫要死的囝，主一句话来医好伊的性命，所以咱看到是全家的信主。第三个新约是咱顶礼拜看的，就是这个伫一个水池边，一个变碎38冬的人，无法度起来，无法度工作，总是耶稣吩咐伊起来，虽然是伫安息日。但是伊会当找到伊的头路，找到伊的工作，这是人生中间真要紧的代志。这是第三。今日要继续对约翰福音第6章，要看到5块饼2尾鱼的新约，咱要做伙来学习，什么是咱生活的目标。伫美国人因的统计，美国人一平均的岁数会当食到78岁。所以用倒边这张表呢，来计算平均一个美国人，因78冬的生活中间，差不多爱用一冬3个月时间在交通开车，然后呢一冬5个月时间，因爱来顾囡仔，2冬5个月时间，因爱来 shopping 买物件，然后2年5个月的时间，累积爱开便所。3年5个月时间爱去上课读册，4年的时间就是咧食物件。若是78年的性命来看，有4年拢咧啉食，6年的时间拢咧做其他的杂物。有9年的时间呢是咧看电脑、看电视，咧玩这游戏，也是 social， 这手机网络。然后有10冬5个月时间拢爱食头路，也是爱工作。上久等开上侪时间，就是蓝色迄条，你知迄条是啥物哦？困啊，困。若是一个人会当食到78岁呢，伊爱困几岁？困几年？28年，搁3个月。咱的人生差不多1/3的时间呢，拢在创啥？拢在困啊。但是有的人在困的时阵啊，无好困，无好困啊，所以伊就爱搁用别的时间来困。安尼才必须爱做的，开便所啦，恁啊食工作啊，食头路啊，扣掉以后78冬，你家己的时间剩偌济？就是灰色迄块，灰色迄块就是咱每一个人无相像的所在。安尼剩9年的时间，就是咱的人生，每一个人的这个决定命运无共款，就是迄9年，你到底摕来咧做啥物代志？正边这张图呢，是我伫网络上看到的，感觉真有意思。
伊讲咱的时间呢，亲像一个杯啊，吼，迄个杯啊呢，吼，就是咱的时间一直流，想要流到另外一个下底迄个杯啊，吼，迄个喉啊，还就是咱的goal，迄就是咱的目标。咱的目标呢，吼，就是将咱的时间，吼，要通往迄个下骹迄个目标。但是呢，即个讲，吼，即个讲在流落来时阵呢，有真侪才会破空破遐，所以呢，咱的时间就安怎，一个拢流掉去啦，吼，流掉去啊。所以顶头呢，吼，就是头一个破空，伊就是写，吼，咱的 social media， 滑手机，吼，毋知咱有即个经验无？吼，咱要办代志，要做代志，结果手机啊摕出来要查，结果煞袂记家己要查啥物，吼，然后就1点钟、2点钟，吼，啊，就安尼查去，哦，就安尼就拢开去啊。所以你本来要做一个目标，但是呢，迄个时间就安尼来流掉，还是惊吓，还是其他遮的困难甲冲突。互咱本来会当用100%的时间来完成这个目标，但是这个动画讲，这杯水最后会当流到迄个目标呢，剩一滴尔，好，只剩下一粒球掉进去啊！哦，所以我伫手机安尼滑，看到这个时阵呢，紧甲手机合起来，这个时间呢，实在是真宝贵，因为咱不知不觉的中间呢，咱的时间、咱的人生、咱的性命就安尼来过去。今日虽然咱读的是约翰福音的第8章，但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第6章5块饼2尾鱼的神迹。我相信这个神迹是咱大家拢非常的熟的一个神迹。但是若是有人去甲画出来，跟耶稣饲5,000个人，这是5,000个大部人，也个5,000个妇女姊妹，个囡仔，因为迄个5块饼2尾鱼就是囡仔摕出来。所以伫现场至少嘛有万几个人伫迄个所在，所以就去计算，若是用饼甲鱼啊，要来饲5万几个人，安尼就是爱像正边即张图共款，几啊栋的饼，几啊栋的鱼啊，安尼人才饲会饱。但是即个神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本的福音段，4福音唯一都有记载的神迹，就是即个5饼2鱼的神迹。马太、马可、路加记载了，这个神迹就结束。但是咱看约翰福音，伫这个神迹结束了后，继续伫第6章，甚至第7章到今日所读的第8章，佮继续咧用这个主题，到底咱的人生在追求什么？咱的人生在追求什么呢？这张图是这个心理学家马斯洛，伊伫1943年，80年前，伊所提出来一个真出名的需求理论。伊讲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倒一国的人，你拢有至少5种基本的需求。头一个是生理的需求，就是当维持你会当继续活落去。所以咱腹肚枵爱填饱咱的腹肚。咱若感觉会寒，咱就爱脱衫；咱若感觉忝，咱就爱休困，爱喙焦，爱啉水。想要爱困，就爱好好找一个所在困。等咱的生理需求、心理的需求满足了后，第二个坎站，咱来追求安全。这个安全就是互咱会当稳定，咱会当生活会当 stable， 咱袂毋免惊吓，毋免惊讲无物件通食，无衫通穿，无水通啉。无眠床通困，咱袂迄个惊吓，就是咱爱有一个厝，咱有一个安全的所在，有一个避难所。等咱的这个第二个坎站满足了后，咱个第三个就是爱有 social， 咱就爱有社交，就是咱毋是只有踮伫这个厝壳内面，咱爱出去，咱爱甲别人爱有连接，爱有这个 net， 爱有这个 network， 甲别人爱有这个联系。所以，咱会进入社会，咱会关心大家的代志、社区的代志、政治的代志、社会国家的代志。等咱投入伫这个社交以后，佫去迄个坎站叫做尊重，爱尊重，就是咱爱甲追求受人的肯定。不管是咱家己，互咱家己的肯定，有的人是穿这个名牌，穿一领名牌的衫，就感觉真有价值。有人是通过爱考调这个学历，爱取调这个学位，然后呢，我爱得到这个职业，我的薪水呢爱有偌侪以上，安尼别人才会看我会起，安尼，这就是一个尊重的需求。最后，人生
超出最后一个目标的需求，叫做自我实现、自我实现。伊就是要追求本身，到底伊来到这个世间有啥物意义？以及这个世界有啥物价值、啥物路因，伊要超出。安尼，伊才知影讲哦，原来我来到这个世间，毋是白白，毋是空空，我是来到这个世间，要来完成我的需要、我的使命。所以这5种的需求呢，对心理的需求，也是对安全的渴望，然后要甲人social社交，过来追求人的价值、尊重，过来超出人的梦想、自我的实现。这5种的需求，通过今日这个5块饼、2尾鱼，我要用耶稣伫遮所讲的5句的话，甲咱大家结连起来，互咱来看讲。耶稣伊用这5块饼、2尾鱼来安怎样来满足咱每一个人伫这5种顶悬的需要。头一个，耶稣满足咱心理的需要。伫这个5块饼、2尾鱼的深入进前，这人对耶稣看耶稣医病、赶鬼、讲道理，对这边对到迄边，对日时对到下晡到日头要落山。日头要落山，这个时阵佫无电，所以呢，耶稣讲：恁互因食，叫这耶稣来互因食。这耶稣听这学生听到耶稣安尼讲，即马店拢遮尔远，天嘛暗嘛。然后呢，若真正要饲饱遮济个人，至少嘛要开200文。咱遮学生捡看有10文无？要来捡200文是对要找遮济，就算你有钱。嘛无一定买到遮个食物啊！咱看到这个5块饼、2尾鱼，耶稣通过一个囡仔的5块饼、2尾鱼，饲饱5000个人。咱会当来观察，遮有食到饼、有食到鱼的人，食了后，因的反应，生理需求被满足。因的反应是啥物呢？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遮个食过5块饼、2尾鱼的人的反应，就是讲求耶稣。继续替因来医病，因领受这个信仰，因感觉因阁需要耶稣替医病。伫约翰福音第6章，咱看到是因来恭拜耶稣做因的王，讲你来做阮的市长介好，因为阮就需要一个市长会当互阮食饱。阮已经足久啊无食遮尔饱，因为每一个拢食到饱，阁有剩12个拿，所以真正是来食白费。古早哪有白费通食？大家拢欠欠咧食。但是既然耶稣会当互阮食饱，安尼你来做阮的王，来做阮的市长，做阮的总统好无？但是呢，咱看到因所追求的是啥物？因所追求的是当巴肚的饱足，因只有需要耶稣来满足因的生理的需求。但是这个生理的需求有要紧无？要紧。因为耶稣要介绍这个满足，毋是只有人命的满足。咱要甲人传福音，嘛会当互人的巴肚爱填饱。因为枵巴肚的人听袂见任何的声音，枵巴肚的人听袂见任何的声音。好，请咱做伙讲一解：枵巴肚的人听袂见任何的声音，伊只有听到啥物？咕噜咕噜的声。伊迄枵巴肚的声，本来今日牧师想要讲足侪食的，但是我惊讲愈讲因为愈枵，规气莫讲。但是呢，枵巴肚的人，伊真正你甲伊讲福音、讲耶稣有效无？无效。伊讲伊需要耶稣是使我食、使我亲、阁使我欠钱拢免还啊！这是心理、生理的需求。但是耶稣满足因。互因食饱有剩，耶稣要互因第2个抗战，是这个安全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所以耶稣甲因讲这句话，咱用台语咱做伙来读：毋通为着为败坏的食物拍拼，着为着久长存在，为当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迄个食物来拍拼。咱即摆的这个社会非常的注重这个食安食品的安全。
好，咱若食着迄个无安全的物件，好，检测会食歹巴肚，搁较严重的检测咱会安尼好会，互咱的即个得着癌症，好变做是咱的即个一世人好拢爱甲即个癌症好歹物啊做伙好爱甲伊搏斗，所以咱拢会即个需要追求即个食的物件会当安全，爱清气，爱卫生。但是咱看到耶稣即个五块饼两尾鱼，即个新粒出来了后，人的心有安全无？无呢，因食即个饼，食即个鱼，食甲足饱的，但是因奈无安全呢？原来他们的不安全感是找无耶稣。第6章24节，即阵人看见耶稣竟然无伫船仔顶。哇！大家就开始紧张啊！无耶稣，安尼阮的巴肚吼，就爱个枵巴肚啊！吼，阮就无即个白费当食。哇！大家就紧去找，吼，最后走去加百农找着耶稣。然后25节因找着耶稣，讲列比啊，你点时到遮来？吼，叫耶稣列比，吼，喙安尼讲，但是心内底想，因在想啥物呢？耶稣拢知。耶稣伫26节讲，恁找我。毋是要看见新约，恁找我是因为安怎食饼食甲足饱的。耶稣知影，因每一个人来找耶稣，毋是讲耶稣啊，阮要来听道理。耶稣啊，阮看见即个新约，其实即个新约，吼英语叫做 sign， 吼，伫伊的意思就是记号。你即个五块饼两尾鱼是一个记号，就是耶稣是基督的记号。但是你无看到即个记号，恁敢阁要继续来找饼，想要来食白费，安尼食免钱的。所以耶稣甲因讲，毋通为着迄个为败坏的食物来拍拼。咱的一生在追求安全，咱在追求安全，就是爱有一个真好的好势的厝，嘛要将咱过去认真拍拼所赚的钱，莫互伊变薄。然后爱继续当开，吼，迄个钱，迄个银行袂去互倒去，吼，迄个钱袂去互拐去，袂去互骗去。咱都咧敲找即种的安全的食物，在拍拼。但是耶稣要讲，咱爱敲找是迄个永远会当藏到永远的活命，久长存在的食物。我们知影，咱的即个食的物件拢有保存期限哦。你知影啥物物件会当保存上久无？哈，迄个咱有迄个老菜脯会当藏几年？30年。有捌食过50年的老菜脯无？哦，有吼。我伫美国吼，阁有食过迄个50年的老菜脯，吼是人对台湾炸去的。伊讲这叫做乌金，吼50年的。吼50年阁袂歹，吼食了安怎？我袂使阁讲啊，吼小人你就会听到咕噜咕噜的声呢。吼，迄个食的物件拢有一个保存期限，但是即个老菜脯有可能藏500年无？今日摕一块500年的老菜脯，互你来食，敢食无？吼50年可能大家意爱食，但是有即个物件会当藏阁较久。凡事无法度肯永永远远遐尔久，但是耶稣直接要甲咱讲，咱毋免惊枵，毋免惊喙焦，咱毋免惊迄个食的物件会过期、会臭腐、会歹去，因为耶稣要赐咱一个会当食到永远、食到永远会饱足的即个食物。即个食物是啥物呢？咱继续来看。耶稣伊要提高人迄个需要的勘赞，要互咱有一个社会的需求。所以耶稣讲，咱若要无个枵，无个喙焦，咱就爱成做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做信上帝所找迄位的群体，就是信耶稣的群体。伫即个社会中间，人拢爱做每一个人的工作。顶礼拜咱有讲，咱的工作不过是一个人生一大块拼图当中的其中一小块。即马咱的工作只不过是中的一块尔。你爱看到是咱规片的即个人生的拼图。但是咱一个人拼出来以后，
怪甲其他人做伙来拼出来，这就是咱的社会。咱的社会安尼斗起来，才通看出咱这个社会，咱这个都市叫做桃园，是咱所有住伫桃园的人，伫这个所在做伙合起来，安尼叫做桃园人。咱若是徛伫这个所在叫做台湾，是踮伫台湾，所有人拢合起来一块拼图，安尼叫做是台湾人的拼图。耶稣讲，咱爱将这个抗战爱提高。爱有做伙同款的信，这个信就是信上帝所找来迄位，就是爱信耶稣。所以五块饼两尾鱼，毋是迄个新日，迄个下晡，迄个下昏，好，大家食饱了后，食足饱，回家睡觉，然后安尼就无去。约翰福音，互咱看到五块饼两尾鱼，后壁佫有足多的探讨。佫有足多的 question， 足多要问耶稣的问题。耶稣互咱的答案，就是咱爱成做一个信仰的群体。耶稣讲，这个食物是会当藏到伫永远的，这个食物是人主要赏赐互恁的，因为被上帝已经看应啦。这个制造商就是上帝，上帝已经制造这个食物要互人，所以这个人听到了后，伊就问讲。安尼耶稣，阮到底爱做啥物？才是做上帝的工呢？好，阮要得到这个食物，安尼阮来做啥物石头？阮来食啥物头路？阮才会当趁到这款的食物呢？29节，好，咱用华语来读：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工作。安尼，我们大家，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什么？我听到很多人都讲，就是头一字信，信神所差来的。咱要得到这个食物，你的工课就是爱安怎信，要相信，相信是不是一个工作？对咱来讲，相信好像是一个动作，但是不是一个工作。但是如果咱若好好来读约翰福音，这个相信会当甲当做一个头路。把它当作一个工课，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相信不是1秒钟，也不是1年2年的事情，相信是一生的工作。跟你隔壁讲，相信是一世人的工课，相信是一世人的工课。信耶稣不是我18岁有信耶稣，19岁以后我都无来教会啊，安尼叫做信耶稣。信耶稣是一世人的工课。这个工课比你即马食的头路，过去食的头路，爱用的时间、爱用的精神、爱用的体力，搁较侪。礼拜爱来做礼拜，爱奉献，然后爱祈祷，爱读圣经，这亲像一个工课，一个头路。这个动物学家在研究这个鹰叫，老鹰，伊这个老鹰呢，起大鹰的手呢，这个雷锋兄就爱翕这个老鹰哦。这个老鹰的手呢，拢是伫迄个山坪，悬崖上，伊袂伫这个电线杆的上面，嘛袂伫这个树仔顶，迄树仔无够悬，伊就要走去山，悬崖上。等这个老鹰呢，孵这个卵孵出来以后呢，伊就去掠这个鸟鼠啊。抓这个细卡啊，来饲这个小老鹰。饲到什么时阵？饲到这个小老鹰，羽毛长出来，翅膀变硬了，然后呢，他们就要让他们离家。但是这小老鹰呢，对因出世到即马翅膀变硬了，伊拢住伫什么所在？悬崖的槽边。他们有没有去过公园？有没有去过荡秋千？有没有去公园溜滑梯？因拢唔捌的，这就是因出世的所在，一世人拢住伫这个所在。但是因的父母爱互因学一个功课，叫做信心的功课，就是爱互因安怎跳出去。一世人唔捌出门，第一次出门就要跳出去，你敢无？若唔敢，你就一世人安怎夭死伫迄个所在？因为一天父母拢无伫啊。无人去掠这个蛇，无人去掠这个鸟鼠来，伊就要夭死伫迄个所在啊。父母因知影这个道理，所以安怎做呢？
有人讲伊的老爸甲伊踢出去安尼，但是动物学家呢，伊去观察发现说，这老鹰的爸爸呢，伊会甲伊的这个鸟巢呢，本来拢啃一寡这稻草，一寡这叶啊，伊就一块一块安怎，甲伊夹出去，弹掉，丢出去，把这个铺的床呢，一个一个给它翻掉，然后呢，村内底这树枝会插，还会刺，所以就越来越不舒服。到一天，伊真正动袂掉，因这小老鹰呢，大家拢安尼客甲袂动袂掉，他们就被迫安怎要出去，要出去。所以这个信心，就是安尼伫一个不舒服的环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如果你今嘛有一个不舒服的环境，表示讲上帝要安怎？互咱来经历这个信心的功课，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即马过甲足舒适的，即马食好、穿好、困好、用好，啥物拢好，安尼有学到信心的功课无？可能是以前学的，即马得到这个祝福，感谢主。但是咱若是过了过舒适的时阵，安尼咱就是无靠信心。咱的信心就无出来啊！咱无需要用信心啊。所以有时阵咱拄着欠缺，咱拄着邀约，咱拄着这个不舒服的事情，等到咱爱感谢主，因为这是咱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耶稣伊在讲道的时阵，人听了是舒服还是不舒服？你若看约翰福音，这听耶稣讲道的人，听到足气的，甚至要甲伊抬死。听耶稣讲到了后，可摕一块石头，准备要甲伊夹。牧师有时阵讲到嘛有这种的感觉。牧师爱讲圣经，迄个上帝话讲出来时阵，我感觉讲，这讲出来，安尼人听起来敢会舒服吗？人听伊敢会心会平安吗？人听了他真的会满足吗？小等讲到了，伊袂甲牧师握手，伊佫甲你亲然后以后拿个石头来 K 你真正会安尼，因为上帝话有时阵就是要插伫咱的心。希伯来书说，神的话像是一把两刃的剑，要将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安怎刺入、破开，爱甲流落去。迄毋是牧师的话会共插，是圣经上帝的话安怎，继续甲咱刺插。所以咱爱了解、爱明白，当咱感觉无爽快，读圣经、上帝话，互咱感觉不舒服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工作，信心的工作，信心伫咱的内面，得甲咱提醒。但是人就变做两种的反应。较好的反应就是讲上帝甲我提醒，安尼我就安怎悔改，我就要改变。但是你通常较侪是啥物反应？叫上帝来提醒，人就安怎无欢喜，然后他就拒绝，他就抗拒，就甲上帝安怎变面，甲圣经变面，我不爱读圣经啊，安尼互我读了，感觉足不爽快，我不信了，我不要了。约翰福音第8章就是咧讲这个情形。这阵信耶稣的人，听耶稣讲真理，听了后，因佫甲耶稣变面，最后每一个人佫摕石头要甲耶稣来定。你感觉这到底是耶稣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是咱人有罪的问题啊！所以咱伫这个社会中间，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社会的需要。但是耶稣会当满足咱社会的需要，就是信耶稣。这个社会要更较好，要更较进步，就是咱爱信耶稣，爱知影咱人有罪，咱需要耶稣才会当进入明白迄个真理，人才有可能来悔改。第4个抗战叫做尊重的需求，每一个人拢需要人来尊重。咱无需要互人，咱无爱去互人看袂起，咱拢需要互人会当得到人的抱仔声，得到人甲咱来学乐，得到人甲咱来尊重。
但是耶稣伊讲即句话，吼，咱嘛做伙用台语来读。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要尊重，就爱知影爱来到耶稣遮，吼，来到耶稣遮，安尼才当来到上帝遮。所以耶稣讲，吼，尊重我的爸嘛会对重伊，吼，我的父也会尊敬他。所以咱要得到人的尊重，大心就是爱晓敬畏上帝。所以敬畏上帝，诚做咱智慧的开始哦。但是耶稣讲即句话呢，这个背景是讲，安尼你讲，吼，耶稣啊，你讲，吼，你是上帝所差来，叫阮爱信耶稣。所以这个人佮耶稣对话讲，安尼你佮行一个新者。你昨已经变一个无柄鳄鱼的神迹，你即摆讲你是上帝所差来，阮爱信你。安尼耶稣，你即摆佮变一个新者，互阮看到就会当来信你。耶稣安怎讲呢？吼，因讲，这个人讲，阮的祖先呢，过去伫旷野，捌食过即个玛纳，食过即个玛纳是对天降落来。安尼耶稣，你即摆来变一个玛纳出来，互阮大家来食看卖啊！吼，迄个五块饼、两尾鱼，是即个囡仔摕出来。安尼即摆你来祈祷，看天会降饼，会降鱼啊，互阮大家来食无？耶稣安怎甲因的33节，耶稣讲。上帝美娘是对天降临，赏赐性命互世间的，所以耶稣来介绍上帝要互咱的食物是对天降临，然后是要互这个世界，要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来领受的。所以这群人因真谦卑讲：主啊，请你将这个美娘赏赐互阮，赏赐阮。耶稣安尼个应，好，我们刚才读过，我们现在用华语再读一次。我就是生命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顶礼拜咱伫这个所在领圣餐，也会记得领圣餐的时阵，你有听到耶稣讲，这是伊活命的饼。咱在食的时阵，毋是食迄块白白的饼，咱在食的是耶稣伊的活命。咱要尊重，得到人的尊重，咱就爱先会晓尊重耶稣，爱晓先会晓尊重上帝。看重耶稣，看重上帝的时阵，安尼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肯定。耶稣讲：到我遮的人绝对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焦。有的人愿意到耶稣遮来，但是有的人伊无愿意，伊无愿意是因为伊有真侪的原因、真侪的理由。伊感觉人无尊重我，人无看重我，人看不起我。但是爱知影，只要你愿意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拢甲咱尊重，耶稣拢伸伊的手，甲咱来看顾，甲咱来扶持。所以咱无需要，咱随望在敲找人的尊重，但是咱更较爱敲找耶稣的尊重。最后，耶稣伊要互咱的人生的目标、生活的目标，会到伫上悬叫做自我实现。耶稣安怎来满足人人生最悬的迄个坎站呢？耶稣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踮伫我内面，我嘛踮伫伊内面。好，请咱做伙读一解。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踮伫我内面，我嘛踮伫伊内面。好，咱若有参加逐工早起，吼，即个约翰福音的共读，我相信即句话对你来讲，吼，理解真明白、真清楚、真了解。但是如果你若无用时间好好去听、好好去读，吼，即段话。伊的背后、前后的意义的时阵，你会去互这个话去互伊惊着，你会去互伊含着，你毋知影即句话要安怎来吞，要安怎来消化。所以咱看到即群人，耶稣讲，到伊就是活命的饼，因的反应是讲，即个人是啥物人啊？伊毋是约瑟的囝吗？伊太当
并做对天降落来迄块活命的饼呢？耶稣讲：我是对天降落来的饼，互人食了袂死。人若食我，就永远活，因为我是为着世间人的活命所想事的美牛，就是我的肉。所以耶稣底下郑重的介绍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耶稣的粮就是他的肉，伊的肉体哦，伊的肉体，咱知影就是耶稣定死伫十字架，牺牲伊家己，牺牲他自己。但是这个人同款会 confuse， 讲这个人哪有可能将伊的肉变做五块饼、两尾鱼，互阮食呢？这个代志要安怎来发生呢？50、60，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怎么样？藏在我里面，而我也藏在他里面。咱若是要互耶稣踮伫咱的内底，领圣餐是上紧、上直接。所以为什么过去在初代教会天天擘饼，在家中聚会，因就是要逐天来领受耶稣的肉、耶稣的血，会当踮伫耶稣踮伫伊的内底。所以这是到中世纪，犹原安尼，到现代，有的教会，譬如讲圣公会，逐礼拜拢领圣餐，因就是要逐天，互耶稣会当食伫伊的内面。但是尾啊，咱伫即个宗教改革的时阵，咱去体验到耶稣的肉甲伊的血，毋是迄个饼，迄个圣餐饼甲杯若定，搁较要紧的耶稣的肉甲血。就是伊的话，就是他的道，就是他的 logos。所以对中世纪，这个经院时期，就一群人，第10世纪开始，就真侪教会开始追求，爱将圣经好好来读，好好来消化，好好来吸收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讲到这，就是讲，咱为着食的物件，你会去找食谱。你会去找餐厅，你会去找安怎来配？请问，咱要食耶稣的肉、耶稣的血，要食这个活命的饼，我们怎么样去 cooking？ 我们怎么样去料理？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菜单呢？我相信，大家拢知影，陈牧师，用真多时间，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爱写这个灵修笔记，甚至呢。佮用真多时间去设计这本，就是要互大家你在食这本圣经的话安怎，袂无聊，袂歹消化，不会觉得这本圣经是难懂、难下咽的。用各种的方法，就是要来鼓励咱每一个兄弟，把握你有9年的时间，你如果扣掉跟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你的人生有高档的时间，你愿不愿意把这9年的当中？一部分好好的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呢？牧师有看到真侪兄弟姊妹努力改变，有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真正拨时间，真正用心。但是这不是为着我，嘛不是来满足我，这是耶稣伊所期待。耶稣大费周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伊要将上帝话变做是肉，变做是当消化吸收，就是要来救咱。但是因为人因为没有办法去消化吸收，最后没有信耶稣，还离弃耶稣，这是真假。我现在讲这些话呢，又开始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啊，又会开始让这些没有买这一本的人，没有写这本的人，又觉得牧师你又来了。不好意思，对不起，又让你不舒服。但是你在圣经当中，你也看见讲，这个代志是一个美感，这是一个关键。人赚得全世界，可是你没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物件袂当救咱。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跟我们从生理的需求，耶稣说：“任何因加吧。”但我们要有安全的需求，耶稣讲真正的安全的保存期限是永生的食物。咱还有社会的需求，耶稣讲
我们要成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就要在信仰当中，要能够一致同信。好，这是咱的这个信仰告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呈现。然后我们还要有尊重的需求，这些尊重的需求不是到君王的面前，好，到贵族贵胄的面前，是要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最后的自我实现，就是要来藏在耶稣的里面，好让耶稣也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共读马其咱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耶稣伊所讲，真理就是要让咱得到自由，真理就是让踮伫咱的内底。不管你有读圣经，无数拢期待你今日你听到这个五块饼两尾鱼，至少你要将耶稣的真理藏伫你的内底，早登去厝，早登去每一天，和每一天耶稣的话拢甲你的心牵条条，藏在我里面，代表我们要真实活出耶稣的生命。一个人也让活出亲像耶稣的性命，是因为有耶稣的话到我这里来，代表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不是信徒，还是门徒，要学像亲像耶稣。信上帝所差来，代表咱的性命爱做信用个别，咱有一个信用的选择，就是教会的生活。这个教会是耶稣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照耶稣所爱，不是照牧师的意思，不是照长老的意思，不是照会友的意思，不是照马丁路德的意思，照什么人的意思？照耶稣的意思。咱耶稣给咱这个到底永远的假密，就是咱爱明白真理，爱有接受属灵的装备。咱的生理的需求，就是咱爱用这个福音的预工，帮助人。天甲人做伙来食饭，嘴开心就口开，心就开。等咱请人来食饭的时阵，甲人做伙来啉食的时阵，这就是一个传福音，一个开始，一个机会。但是甲伊食饭，是为着后壁要带伊来读圣经，带伊读圣经，就是要帮助伊来做一个信用的个别，开始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就是要来帮助伊来跟对耶稣，亲像基督。等伊开始跟对耶稣，安尼就是伊食着耶稣的肉，啉着耶稣的血，耶稣踮伫伊的内底，伊也踮伫耶稣的内底，安尼有清楚无？今日的圣经讲，恁若继续遵守我的话，安尼就是我的核心，恁就会明白真理，真理互恁得到自由。真理会当满足咱生理的需求，但是我们不是敬拜杜甫，我们是敬拜神。真理会当满足咱安全的需求，但是咱不是只有照顾咱家己厝内底人的安全，我们是侍奉人、服侍人。真理会当满足咱社会的需求。咱的社会不是只有 outreach， 只有去做社交。咱嘛爱进入到上帝国，咱袂永远踮伫社会。真理会当满足咱尊重的需求。这个尊重就亲像你拿到一个学位，拿到一个学历，接受一个装备，你感觉你的人生有价值，但是你真正生命的价值，是你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真理会当满足咱自我实现的需求。你的人生上界重要的就是你跟爸弟的那个牧养亲子父子的关系，是那个关系。你感觉你的人生上界要紧的就是迄个关系。这五个需求，其实伫咱的教会来看，就是咱的教会有敬拜部、侍奉部、活典部、装备部、牧养部。咱教会做这的部门，做这的事工，其实拢咧帮助人解决伊的需要，嘛要通过这的服侍，或者的服侍帮助咱的人生的性命可以更上一层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接受牧养吗？你愿意接受装备吗？
你愿意去参加外展吗？你愿意侍奉吗？你愿意敬拜吗？每一个工课你都爱去操练，但是呢，真多的老基督徒，或是在传统的信徒，伊只有来做头一行，做礼拜，后面的事奉，后面的传福音，后边接受装备，后边要去甲人牧养，伊感觉无需要，唔免，我只有来做一行就好啊。安尼你就停在哪一个阶段？生理需求，后面你的人生还有很多的阶段，你还没有去突破，你还没有去到达。爱记得咱的人生只有9年的时间去做那些的事情，因为78年的时间内底，你大概困就降去你1/3啦。再做其他的头路膝头就已经降咱收回去啊。9年当中，你有多少的时间愿意来做侍奉、做外展、做装备、做牧养呢？求上帝帮助咱要完成这个目标，咱要将那个破口堵住。咱要得到自由，咱就要先将这个什么人甲咱捆绑的迄个魔鬼，爱甲伊先炮败，要先打击魔鬼啊！人生在追求什么呢？人生在追求玛纳，玛纳的意思叫做 what， 就是什么。当因伫旷野看到迄个物件，大家人就讲玛纳就是希伯来文，就是 what， 这是什么物件？咱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什么是咱的玛纳？玛纳摩西的玛纳，是第一讲的，吃到当天的晚上。日头落山就袂食，就臭，看到过灯光就臭扑去啊！耶稣的玛纳是互咱无个腰饿，袂个喙焦。耶稣互咱的美牛是对天顶的美牛，是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我很努力的要影响你，告诉你，好好的读这一本，就是耶稣的肉，就是耶稣的血，不是只有做礼拜领圣餐那一块。这本才是耶稣的肉，甲耶稣的血。你要互耶稣的肉甲血放到生菇臭腐，也是要互耶稣的肉甲伊的血真正变伫咱的内底，变做是咱的生命的营养分呢。咱人生的目标就是爱来信耶稣，互信心会当带领咱。后礼拜咱要看到第5个新约，咱要安怎人生？伫拄着水面上的时阵，拄着大风甲大阴的时阵，圣神安怎样来引带咱？互咱内底有这个话，已经有上帝的话，能够化为当时候当下的力量。这就是圣神的工作。这礼拜咱有小组的分享，咱会当来分享咱的生命捌经历过什么款的5饼2鱼的神迹，也是咱会当来分享。过去咱的人生的目标，到现在我人生的目标有啥物款的无相像？咱嘛爱伫小组的祈祷，甲集体做伙祈祷中间，求上帝赏赐天顶的美粮，属灵的粮食，互咱会当来饱足。伫即个世间，永远袂枵袂喙焦，嘛求上帝开阔咱的生活的目标，互咱知影。会当独独大心求上帝国甲上帝义，意思是讲那个金字塔，你不要追从下面开始往上求，你要怎么求？从上面往下求。当你追求最上面，安尼下骹上帝就要安怎都要赐给你们，拢要赏赐互你。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耶稣。我很感谢你，你用真大的精神甲气力，要互阮来了解明白，主你的话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你也要用真多的气力甲精神，期待阮爱好好来读圣经，了解主你的话语。总是你也无爱阮伫读圣经的中间，变做一个法利赛人。变做一个
用圣经在教死人的人。主啊，求你的神，搁一摆来提醒阮。当阮去互提醒的时阵，互阮毋是感觉无爽快，是互阮感觉这是主在对阮的疼，主在引带阮悔改来到主的道路顶。虽然阮的人生有真侪无闲，阮的生命有真侪目标，但是阮若无将迄个上重要的目标来达成，阮得到搁较侪，得到搁较快，才会拢会变做是空空。求主你的话，真正变做阮逐工的玛纳，变做阮逐工的米粮，变做阮逐工肉体的需要、甲快乐、甲帮助。也愿上帝你的话时时刻刻来提醒阮，互阮的生活搁较有目标，搁较有目标。阮伫教会、伫厝内、伫社会，阮会当向头前所在标来跑走。阮伫主的面前恳求甲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92首。你的话若活水江河，请起立，吟全首。你的话若活水江河，永远流落伫阮一心，活水互阮快乐勇气，来做心身的牵引。你的话若天国前进，永远中大伫阮一心，为阮必办奉献美牛，永受恩下因无停。你的话若亲像面镜，永远环照伫阮一心，互阮看出家己真相，主行日阮本形象。你的话若向面来行，永远插入阮一心，对你的话的心我命，真理有价的分明。你的话若真意坚定，永远照落伫阮一心，带阮经过遥远路途，到上帝国新天地。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给你，最你落叶到这时，时刻每日献给主，归愿个
神，我的声音，呼你言，我喜爱了主我听，我很嘴遁来叮当，我断福音来救人，请起立。我的经文过你，主我甘你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照顾阮每一天，赏赐阮有够额的恩典，互阮有丰盛拢无欠缺的生活。阮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时间、才能、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的名，阿免。请坐。过来，咱是教会消息报告，咱请集会长老来报告。那么报告以前，咱先来介绍新的朋友吴真咱欢迎毋望伊会人做伙来敬拜上帝。阁有新的朋友无？第一次来教会，OK。本会消息报告伫下主日3月22，因为中执会，所以主日小组聚会暂停一届，无供应爱餐。有安排聚会的小组午餐家己自理台语罗马字的招生上课的时间请咱注意看。3月29要举行清明追思的礼拜，要保留继续追思个人的会友，请你1楼总导来签名登记。要追思的个人的会友，请填写追思卡，交予干事。下之日3月22来截止。事奉部门3月18。拜三的双大讲座20点半到12点讲师是徐永正老师，主题是提升人生赞处的4门的功课。准备部门伫本主日下晡12点半2502的教授召开准备的部门部会，请同工来注意这个时间出席。牧养部门伫3月19拜四的阴暗7点2501的教室来召开牧养的部会，请各牧区长老来出席。甲北牧区伫4月12要前往龙潭老贝壳休闲农场举办户外的礼拜亲子一日游。活动的简章报名。请来扫周报方面的 QR code， 欢迎甲北的家长招朋友做伙来参加。第二个部分教界的消息。青年的这个敬拜赞美资料，咱有一个短片，后边大家来分享。是3月28，暗时6点半，我们请放一下这个影片。My
就是青年的敬拜赞美之夜啊，好是3月28号晚上6点半，好嘛，欢迎咱的青年会当来参加，啊是咱出来的青年会当邀请因来参加，到这边就可以，谢谢。继续教界的消息，3月19礼拜四9点到12点，德中双年部李洪恩教会举办北区的讲座，并且已经报名兄弟准时来参加。三甲的天平山庄的第3梯次，优惠到3月31截止。第四新德的中华妇女事工，25月21到22。举办妇女灵修会行程，伫电梯的公报栏，请大家看。华市区福兴小组丁家所迄个妇女灵修会有一个影片2分钟，好，咱来小看一下。我甲模仿一下，台湾人会变成世界文化的纪念。妇女事工部的这个灵修会啊，好，内容非常的精彩，好，活动好要接受在真多，好，所以这个报名好是3900块，咱会当甲咱教会这妇女团契的同工，好，甲因来报名，好，买当来参加把机会啊，好，这个额满就截止啊，好，额满就截止，好，多谢。来继续具体的消息。华市区的复兴小组复兴小组丁家硕长老、甲田佳琪姐妹、甲丁俊伟执事、甲廖小辉姐妹，要伫3月2110点伫本会2楼礼拜堂举行结婚的礼拜，愿主祝福满满离这2对的新人。下面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是的，我搁补充一个歹势迄个真感谢大家吼，就是对静怡牧师娘的爸爸吼，就是我的长人赖照明长老吼的即个关心吼，阮的长人的即个个别礼拜吼，昨已经顺势来完成，吼嘛真感谢咱教会圣歌队吼，甲咱教会中级吼，阁有侪小组兄弟姊妹吼，到现场来关心，吼虽望即个所在真下吼，无法度邀请大家所以也知影大家拢有伫基督中间的纪念吼，也。伫即个所在，一个牧师娘和我来代表家属来甲咱的教会来说多谢多谢，谢谢，好啊，交互你啊。本周的金句咱做伙来读2解吼。毋通为着为败坏的食米拍拼，要为着久长存在。为当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迄个食米来拍拼，就是人主要互恁的，因为被上帝已经甲伊看因认定。约翰福音6章27节，毋通为着为败坏的食米拍拼，要为着久长存在，为当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迄个食米来拍拼。就是人主要互恁的，
因为爸上帝已经甲伊看印认定。约翰福音6章27节。以上。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圣诗歌，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帮助，甲恁尽大家三甲之地，互恁当对每一天所领受的玛纳，来得到耶稣的肉甲耶稣的血，当食做你生命的美牛，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